想發達想健康，第一件事係執靚自己屋企嘅氣場同埋磁場。喺屋裏頭咧係一個休息嘅地方同埋想嘢嘅地方，咁所以磁場就好重要啦。定期打掃下你嘅房間，更加用香嚟淨化呢度嘅氣場，因為一個整潔同埋好嘅氣場，好容易舒緩咗你嘅壓力，同時淨化周圍嘅空間，都可以化解啲負能量嘅嘢嘅，好運就更加容易降臨啦。嗱，假如你係一個長期係心煩意亂嘅人，經常控制唔到自己嘅脾氣，當你焦慮同埋迷惘嘅時間，點一支香喺度靜坐，相信你會覺得佢嘅能量同埋神奇。嗱，呢個香嘅材料係非常珍貴同埋稀有嘅，係我層層篩選過，係乾淨嘅天然嘅香，所以令你放心嘅。聞下佢嘅香味，可以幫你淨化你嘅磁場。首先點咗之後，唔好即刻攞個鼻就咁去聞，就係等佢做咗10秒鐘之後咧，然後再聞下個味，個手輕輕咁撥下佢，引啲香氣入到個鼻度。嗱，無論係客廳或者瞓覺嘅地方，或者係辦公室，都可以擺一個。客人嚟到你嘅地方，都會感覺到嚟呢個地方個磁場係好舒服嘅。假如你聽到呢度，對師傅呢個香又感到興趣嘅話，可以撳下面嘅鏈接同師傅結個緣。有好多人同我講想要呢個香嘅產品，呢一段時間咧，我一路喺度準備俾個驚喜大家嘅。我發喺平台上面咧，你哋自己去奉請翻去啦。咁啊可以避免你哋會買到啲假貨。希望大家收到之後咧，會有一個更好嘅心情。